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2月初10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05节到112节。列王记下卷23章第1节到第8节，21节到25节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福音之宝。约西亚王将圣殿中间所找到迄个约书上帝的话改名看作是宝贝，因为安尼呢，约西亚王伊就叫犹大的众人、耶路撒冷的居民、祭司、先知以及所有的人民，无论大小拢组织做伙。王就宣读这本的约的册内容，并且要求大家伫上帝的面头前记立约，全心全意来顺服上帝，遵守上帝的诫命。这个场景好像亲像上帝差遣用纳去到尼尼微城，国王就带领全国，甚至精神拢得爱穿满衫三花夫来表达因心内的悔改之样。列王记下卷23章第1节到第8节，21节到25节，记载着约西亚王时期这段的故事。因将上帝的提醒看作是宝贝，表达着全心全意的悔改，并且决定弃绝偶像的崇拜。约西亚王派人调集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众长老，王上去上主的殿，犹大的众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、祭司、先知甲所有的人民，无论大细嘛拢上去。王就将伫上主殿内发现的约书一切的话读互因听。王徛伫桥边，伫上主的面前立约，要全心全意顺从主上帝，遵守伊的诫命、教示甲规例，来实行这政策内底所写立约的话。人民嘛拢决心要遵守这个约。王命令大祭司希勒家、副祭司甲圣殿的守卫，将为巴力、阿舍拉甲天顶的万象所做的器具，拢对上主的殿搬出去，伫耶路撒冷外面吉伦溪谷的山坪放火烧，佮将火斧拼伫壁壁里，以及犹大列王所设立的祭司，就是伫犹大遐的城，甲耶路撒冷四围的山头烧香礼拜5上巴力烧香，拜日月七神，以及天顶万象的祭司，约西亚王拢甲因来会读。伊甲阿舍拉女神的这个柱像对上主的圣殿搬出去，到伫耶路撒冷外面的吉伦溪谷，伫遐放火烧，对做火斧，将遐的火斧压伫人民的光芒，佮拆毁上主殿内南窗的厝，就是妇女为着阿舍拉编织物件的所在。约西亚对加巴到别西巴，将犹大逐个城的祭司调来耶路撒冷，迫害遐的祭司烧香的山头段。伊佮拆毁约书亚市长所去拜山羊鬼的庙，这个庙伫入城门的倒边。21节，王命令全国的人民讲，着照这个约书的记载，守半过节，服侍上帝，恁的上帝。对于士师治理以色列，到伫以色列甲犹大王统治的时，因也毋捌亲像安尼来守半过节。只有到伫约西亚王第18年，才伫耶路撒冷上主守这个半过节。
犹太地甲耶路撒冷所有看望的，甲东基倒头、偶像甲家族神像，以及一切可恶的物，约瑟亚拢甲引渡掉。照大祭司迄个家伫上主的殿内所发现的律法书所记载的话去做。而约瑟亚以前无有王，亲像伊全心全意、全力来归向上主。遵行摩西所有的律法，伫伊以后嘛无有一个王亲像伊。上帝是恩典里面的上帝，伊不但将赦免的恩赏赐予世间人，甲好掉的人来叫好掉伊的人来行好，将福音的恩典来赏赐予人，因为伊看世间人做宝贝，领受着伊救恩的人嘛，得爱将上帝的恩典看作是宝贝，安尼就会当得到永远的救恩。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节到第12节，既然上帝有怜悯阮，将这个职务交托阮无失志，阮放杀一切无爱人知的见笑台，无做欺骗人的代志，无歪巧上帝的话。只有伫上帝面头前公开显明真理，来叫醒正人的良心。阮所传的福音，若是有遮含互人无清楚，只有对遐会特别沉沦的人也看命惊。因毋信是因为即世间的神明，互因的心目失明，袂当看见福音一光。即个福音得见证阳光的基督。基督是上帝的形象，阮毋是传家己，是传耶稣基督是主。阮家己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做恁的仆人。迄位命令光对黑暗照出来的上帝，就是用光照咱内心的上帝，互咱认捌伊伫耶稣基督的面迄个阳光。不过，阮是土做的器具，内面有宝贝。要表示迄个至大的能力是属于上帝。毋过对阮出来，阮常常拄着逐款的困难，毋过无屈服，拄着绝境，无拘束绝望，受着困迫，毋过也无受放杀，受拍倒，毋过无抵到死。阮不时带耶稣的死到伫阮的死的身躯，互耶稣的画面嘛通过通伫阮的心上来显明。阮活伫世间，为着耶稣的缘故，时常拄着死的危险，通互伊的画面伫阮的即个的死的身躯显明出来。安尼。死伫阮的内面得发生作用，毋过画面伫恁的内面得发生作用。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正的判断，我决意要遵行。我一定要安尼遵行。我受着极大的苦难，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求你接受我喙欢喜献的恶乐，佮将你的规律教示我。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，要顾我无袂记得你的律法。歹人设罗网要害我，要顾我无偏离你的律例。我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个是我心所意爱。我专心你的命令，永远遵传。直到生命结束，感谢上帝怜悯阮的软弱，赏赐救恩福音互阮，并且呼召阮来跟对你，看你救恩做宝贝，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